抽烟喝酒有成瘾性爱好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可能更容易发展出这个 NPD 的性格来。我们社会上大家都普遍说的这个 NPD， 也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它是认知障碍当中的一种。它恢复起来大家没有看到希望，而它给周围人带来的这些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抽烟喝酒成瘾性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方式呢，大多数呢都是利己让自己愉快。它跟 NPD 呢有类似的地方NPD 呢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披着人皮的机器人，它没有什么人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跟我们人之间互动的这样的一些感情因为 NPD 呢是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它的大多数的行为都是模仿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着这个人特别的假感觉特别的做作因为他不是发自内心的自我驱动的一些行为，他是借鉴学习周围的人的这样的行为方式，再来去规划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方式，所以他一定表现得像一个机器人。